錯綜複雜的宇宙。4. 第2章，意識的進化。喺我從事嘅催眠領域嘅40多年嘅過程之中，我一直受到新理論、概念同資訊嘅挑戰。我嘅一個主要特徵一直係好奇心，呢個促使我沿住隱藏咗嘅走廊旅行。我總係想了解更多，了解我所接觸到嘅一切嘅原因同點解。一開始我以為我已經搞清楚一切啦，我以為我已經發現咗輪迴嘅複雜性，但我好快就發現我犯咗個令人遺憾嘅錯誤。佢哋開始俾我新嘅理論同概念，嚴重挑戰我嘅信仰體系。第一個係印記理論，佢讓我重新思考我對呢份工作嘅所有想法。既然我已經搞清楚咗一切，我唔想讓任何事動搖我嘅信仰體系。但係後來我意識到，如果我至少唔睇一下新理論，並對其進行檢驗，咁我就同宗教體系一樣。宗教體系話，照我哋講嘅去做，唔好問任何問題。呢個係我面臨嘅第一個挑戰。當我對其進行檢驗嘅時候，我開始收到更多資訊。佢哋嘅做法非常明智，佢哋知道佢哋唔能夠一次過將所有嘅事情都傾倒到你嘅身上，咁會讓人不知所措。因此，根據佢哋嘅智慧，佢哋會俾你一小匙。當你消化咗呢一點後，佢哋就會俾你另一個小花絮。我知道，如果我喺30年前收到依家收到嘅信息，咁就太難承受啦。我會完全拒絕佢，將佢吊到牆上話，我唔明白，呢個冇任何意義。我嘅冒險同對知識嘅追求就會停止啦。我永遠唔會發展到依家嘅狀態。佢哋透過我嘅一位客戶話，你唔能夠俾嬰兒食牛扒，你可以俾嬰兒飲牛奶、麥皮同蔬菜泥，你唔能夠俾佢一餐有3個餸嘅餐單。所以我必須喺呢個神奇嘅知識嘅領域中邁出我嘅一小步。我必須消化我所食嘅一詞。喺回旋宇宙3嘅結尾，我話，我諗你已經話我知所有需要知道嘅事情啦。我諗唔可能再有更多啦。佢哋回答話，米奧，唔喺你，仲有更多，仲有更多。佢哋信守諾言，提供咗更多，足夠寫幾本新書啦。三波志願者與新地球係最新嘅一本。人們一直要求按照我寫作嘅順序閱讀我嘅書，以便了解我嘅演變歷程。有人同我講，但係你喺一本書裏面咁樣講，喺另一本書裏面又咁樣講。呢個反映咗我寫作嗰本書時嘅諗法。後來啦，隨住我嘅成長同吸收咗更多嘅信息，我嘅思維方式發生咗改變，而且佢仍然喺度改變。隨住新地球嘅臨近，我哋嘅思考方式正受到越嚟越多嘅挑戰。隨住我哋嘅意識嘅擴展，面紗正喺度變薄同升起。呢個係隨住我哋嘅震動同頻率嘅提升而進入新維度嘅要求。舊嘅典範同過時嘅信仰體系必須被拋棄，為新嘅典範同信仰體系騰出空間。隨住我哋意識嘅改變同我哋嘅前進，舊地球中有意義同有價值嘅嘢可再適用。喺準備呢本書嘅最後幾個月裏面，我開始發現一些我認為非常重要嘅新資訊，佢引起咗我嘅信仰體系同意識嘅重大轉變。我認為喺我哋經歷呢個非凡而令人驚奇嘅時刻嘅時候，佢對世界非常重要。我最大嘅挑戰係咪能否有效地將其傳遞俾他人？我能夠做嘅就係嘗試，喺佢哋嘅幫助下，也許其他人會理解。當然，一切總係取決於讀者嘅演變同發展。開始吧。喺我嘅16本書之中，呢啲想法嘅片段都被呈現出嚟。
依家喺盡我所能嚟組織佢哋嘅時候呢，呢啲概念已經被無數客戶重複過，所以我知道佢哋喺有效架。我哋都從上帝或者源頭開始，被派去學習同獲得經驗。呢個唔會喺短暫嘅旅程，因為我們最終報名參加咗非常困難嘅地球學校。一旦我們報名接受呢種教育，就冇返轉頭嘅路呢。直到畢業，許多其他星球都有更容易嘅學習課程，但係地球喺最難加。佢被稱為宇宙中最具挑戰性嘅星球，只有最勇敢嘅靈魂先能夠報名參加任務。選擇地球學校嘅靈魂受到極大嘅欽佩，因為靈性層面嘅人以及我哋嘅幫助者知道呢啲靈魂選擇咗最困難嘅課程，因為呢個係一所學校，我哋必須上一系列嘅課程，每個課程都有自己嘅系列課程，難度同複雜性逐漸增加。你必須先完成當前嘅年級，然後先能夠進入下一個年級。如果你嘅課程或者成績唔合格，並且冇吸取教訓，咁你必須重讀嗰個年級啦，就係咁簡單。你無法從幼稚園跳到大學，宇宙並唔關心你作為個體靈魂需要冇多長嘅時間先能夠完成一課，你有永恆嘅時間去解決佢。但係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嚟進步學習一課呢？我諗你會想盡快畢業，以便返到上帝身邊。點解要陷入地球嘅黏性膠水中，並被困喺同一年級，而你周圍嘅其他人卻喺度快速進步？將以線性嘅方式呈現呢一點，儘管我現在知道唔存在時間咁樣嘅嘢，並且一切都係同時發生㗎，但係為咗簡單起見，亦為咗讓我哋人類嘅頭腦更容易理解，我會用線性嘅方式嚟解釋。為咗完成地球學校，我哋必須經歷一切，我哋必須知道成為一切係咩嘢樣㗎。如果我哋唔知道其他形式係咩嘢樣，咁我哋點樣理解生命？呢個可能會讓一啲人感到震驚，但我哋一開始並唔係人類，嗰個係呢所學校好耐以後嘅事啦。首先，你體驗到生命係可以想象到嘅最簡單嘅形式：空氣、氣體同水，甚至簡單嘅細胞、泥土、岩石，萬物皆有意識，一切都係有生命架，一切都係能量。喺我嘅工作中，我讓好多人體驗過呢啲基本嘅生命形式，並且有寶貴嘅經驗教訓值得學習。累積同理解嘅經驗教訓可以應用於複雜嘅人類，就似我哋必須以一定嘅緩慢進度學習字體、寫作同閱讀，先至能夠獲得教育嘅基本組成部分一樣。喺任何類型嘅學校中，你都必須始終從頭開始，然後你將體驗植物同動物界，從一朵花或者一粒玉米穗，或者似狼一樣奔跑，或者似鷹一樣飛翔。我哋可以學到寶貴嘅課題。我喺其他書中探討咗許多呢類生活，我認為呢啲都係值得學習嘅寶貴課題，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必須更好地咁照顧我哋嘅自然環境同生態。我哋能夠理解呢一點，因為我哋都係一體嚟㗎，而且我哋喺地球學校嘅低年級時，都曾經係唔同嘅生命形式，仲有自然精靈、仙女、土地靈、小精靈、樹精等，佢哋肩負住照顧大自然嘅工作或者任務。呢啲生命體都係非常真實㗎，我哋都係以呢啲存在形式度過咗一生。我相信，點樣我哋意識到我哋都係合一意識嘅一部分，我哋就會更好地咁對待大自然。自然係一種唔同類型嘅靈特，因為佢被認為係一種群體嘅靈。當你觀察一群鳥、一群牛、
一個蜂巢或者一群螞蟻嘅時候，你可以好容易地咁見證呢一點。佢哋似乎以一種集體嘅心態嚟運作同思考。因此，為咗開始向上進入學校嘅人類部分，同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等進行比較，你必須將靈魂從群體分開。呢個係透過愛嚟完成家。我都被告知好多次，愛係唯一真實嘅嘢，呢個係最重要㗎。如果你將一隻動物帶返屋企，或者給予佢愛同關注，你就賦予咗佢個性同品格，並幫助佢從群體靈魂中分離出嚟。咁樣佢就可以開始喺學校嘅人類部分中進步，然後你就開始咗人類階段。呢個亦需要很長嘅時間。任何有價值嘅嘢都唔係立刻能夠學到㗎，呢個必須成為一切。從最原始嘅人類形態向上發展到最聰明嘅人類形態，你必須知道成為萬物係咩嘢樣。你必須多次成為男性同女性。當我喺演講中咁講嘅時候，有啲人變得辯護起嚟。其中一個人大喊話：你係咩嘢意思啊？我一直都係個男人。諗一諗吧，如果你永遠只有一種性別，你會學到咩嘢呢？你唔會學到好多嘢。你必須保持平衡，而呢個只能夠透過體驗兩者來實現。呢個係我找到嘅對同性戀嘅解釋之一。呢個人喺好多世之中都係一種性別，並且由當時嘅權力決定佢哋依家了解成為異性係咩嘢樣。佢哋第一次嘗試嘅時候時，可能會感到身體唔舒服。我嘅一啲客戶話，佢哋感覺自己就似一個女人被困喺男人嘅身體裏面。如果你咁樣理解嘅話，呢個並冇咩唔自然嘅。佢哋必須學會平衡並適應新嘅同唔同嘅情緒同感覺。第一次嘗試係任何事情都會有所唔同。有啲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適應，就似學習踩單車、滑雪或者溜冰一樣。有啲人自然而然地咁接受佢，而有啲人則必須真正努力。然後，當你喺人類課程中取得進步嘅時候，你必須經歷一切先能夠畢業。你必須富有同貧窮。請記住，有時富有可能係一種詛咒，而唔係一種祝福。呢個完全取決於所涉及嘅課題。喺完成學業之前，你必須生活喺世界各大洲、每個種族、每個宗教。你必須體驗每一種可能情況嘅兩面。你必須理解所有呢啲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同思考方式。輪迴背後嘅主要概念係學會唔去評斷或者抱持偏見。我哋都係同一所學校，處於不同嘅發展階段。我哋都追求同一個目標：吸取教訓，完成學業並畢業。咁樣我哋就可以返到源頭。如果你對任何特定宗教或者種族有偏見，你估會點樣？如果喺你離開呢個世界時，呢個問題仲未解決，咁你將唔可以唔以你所偏見嘅事物嘅形式再返嚟。呢個就係業力法則嘅運作方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喺治療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咁睇到佢。當我喺演講之中發表呢啲言論嘅時候，我通常會睇到一啲人睇起嚟好沮喪。你嘅意思係我必須做呢一切？唔使擔心，我得出嘅結論係，當人們開始提出疑問並想要了解更多有關呢啲事情嘅時候，佢哋可能已經完成咗大部分課程並即將畢業。請記住，其中許多課程可以係喺一生中完成。我喺工作中發現咗呢一點。然而，亦有一啲人陷入墨守成規模式之中，同樣嘅人一次又一次地咁重複同樣嘅錯誤，並且冇進步。照呢個速度，佢哋仲需要一段時間先能夠畢業。
學習速度好慢啊。然後正如我喺上一本書同呢本書嘅一啲內容中所解釋嘅，有必要請求志願者嚟幫助地球，因為喺呢度呆咗咁耐嘅靈魂被困喺業力嘅輪之中，佢哋永遠冇辦法幫助我哋歷史上呢個戲劇性嘅時刻做出必要嘅改變。因此三波志願者被引入，佢哋能夠兜過常規嘅地球學校，因為佢哋從未累積業力，並且冇被困住，佢哋亦無意被困住。呢個就似學校聘請客座老師或者專門從事某一個專業領域嘅人嚟幫助有困難嘅學生一樣。嗰個人唔一定要留低並參加嗰個團體嘅持續課程同教育，佢哋完成自己嘅工作，然後就可以離開，返到自己真正嘅家。所以佢哋嚟呢度只係執行特殊嘅任務，其中好多人唔中意呢度，並且渴望返家鄉。但係即使佢哋受到保護，亦唔會累積正常業力。如果佢哋喺工作完成之前離開，咁佢哋可能會被困喺輪子之上，唔可以唔返嚟啦。我已經收到並累積咗大量有關呢啲志願者及其使命嘅信息，但係最近嘅一次催眠中，我發現咗另一個勇敢嘅團體，呢個讓我感到非常驚訝。似乎有更多類型嘅人嚟到呢度執行特殊任務，但亦唔被大眾認可。佢哋為地球作出咗巨大嘅貢獻。請記住，一切似乎都係為咗提高地球人嘅意識。我哋正喺度進入一個全新嘅世界，我哋嘅震動同頻率必須提高，先能夠喺嗰度存在。舊嘅暴力、仇恨同恐懼方式喺呢個新世界中唔再有用，所以必須要處理佢。呢個係一個緩慢嘅過程。我而家知道佢已經發生咗好多年，也許幾個世紀。為咗改變人類嘅思考模式，必須發生一啲事情。由於自由意志同不可干涉嘅政策，佢哋唔能夠介入並接管，儘管我確信佢哋願意。我哋必須自己去改變我哋嘅思考模式，因為我哋係如此根深蒂固地咗陷入消極、偏見同判斷之中，所以我哋必須得到警戒。呢啲係特殊嘅靈魂，佢哋已經完成咗地球學校嘅所有課程，但係選擇返嚟幫助其他正喺度掙扎嘅人。有啲靈魂嚟唔係為咗學習，而係為咗教導。當然，大多數偉大嘅思想家立即浮現係喺腦海之中。耶穌、佛陀、穆罕默德。當人類真正被困喺輪子上嘅時候，佢哋出現咗，佢哋嘅任務係提出新嘅思考方式，以便我哋能夠進步。當然，答案始終係愛，呢個亦係佢哋主要教導嘅內容。但由於佢哋嘅想法激進，佢哋經常遭受到暴力。改變人類思維係一個緩慢嘅過程，往往暴力同悲劇係吸引佢哋注意嘅唯一途徑。你必須直係要害先能夠引起注意。對於任何提出激進或者革命性思想嘅偉大思想家嚟講，都係咁。每當世界準備好喺意識嘅提升方面邁出一大步嘅時候，許多勇敢嘅靈魂就會承擔起艱巨嘅任務，並進入名為地球嘅遊戲。我發現呢啲人已經完成咗學校嘅簡單階段，並喺處理一啲困難階段方面取得咗成就。佢哋有足夠嘅經驗，而家希望接受艱巨嘅任務，就似係某啲感到無聊嘅學生可能會被分配一項特殊作業，因為佢哋已經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好啦。因此，隨住時間嘅推移，佢哋成群結隊咁入嚟，試圖提高人們嘅意識，並幫助改變人們嘅思維，嘗試並強調咁樣嘅概念：我哋都係一體嘅，因此唔應該有偏見。內戰引起咗人們對奴隸制唔公平現象嘅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希特拉讓人們開始關注
當偏見甚至試圖消滅整個種族時，會發生咩嘢事？婦女解放運動呼籲人們關注婦女嘅困境，民權運動對黑人亦做咗同樣嘅事情。喺呢啲個案之中，當志願者扮演攻擊者、捍衛者同烈士嘅角色時，經常會發生暴力事件。請記住，佢哋喺進入呢世之前就同意咗呢啲事情。嗰個協議係為咗引起人們對唔同問題嘅關注。如果呢個意味住佢哋嘅生命將被縮短，咁呢個就係協議嘅一部分。佢哋必須改變人們嘅心態，而呢個往往需要慢慢嚟。如果我哋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喺許多嘅情況下，呢種做法係有效假。對婦女、黑人、猶太人等嘅歧視已經減少。今日活着嘅大多數年輕人並唔知道呢啲群體喺幾千年前有幾咁唔同。艾滋病毒，艾滋病喺提高意識方面嘅作用，除咗針對種族同宗教嘅偏見之外，仲存在住針對患有某啲類型疾病或者患病或者殘障嘅人嘅偏見。喺呢度，許多人再次自願承擔呢啲角色以進行教學。我喺工作中告知，同正常人相比，有更多嘅靈魂適合殘疾人嘅身體。當你真正睇到佢嘅時候，佢係完全合理㗎。據講，靈魂喺一個有缺陷嘅一世中，可以償還通常需要10世嘅業力。睇睇佢哋喺咁樣嘅身體裏面學到咗咩嘢？睇睇佢哋正喺度教導佢哋嘅父母或者照顧者啲咩嘢？睇睇佢哋正喺度教導每個睇到佢哋或者接觸過佢哋嘅人乜嘢？當你睇倒坐輪椅嘅人或者弱智兒童嘅時候，你會有咩嘢反應？每個人都能夠從佢哋身上學到一啲嘢。課程嘅深度取決於靈魂嘅成長同發展。當我睇到咁樣嘅人時，我會諗，呢次你真係遇到咗一件很難嘅事，唔係咩？歷史上有許多疾病造成咗巨大嘅恐懼同恥辱。喺許多情況下，受害者被視為被社會排斥同排斥嘅人。聖經中嘅殘風病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使到咗現代，患有呢種疾病嘅人亦因為擔心感染而同其他人隔離。喺現代藥物被發現可以控制結核病之前，結核病亦係如此。呢啲受害者嘅餘生都被關喺療養院裏面，以便同他人隔離。喺所有呢啲疾病中，恐懼係主要嘅動機。然後喺我哋呢個現代嘅時代，我哋有艾滋病毒同艾滋病嘅恥辱。當呢種疾病喺1980年代首次爆發時，人們籠罩喺恐懼之中。呢個好大程度上亦可以追溯到未知嘅恐懼。恐懼係一種非常強烈嘅情緒，可以麻痹一個人嘅推理同判斷。有咗現代醫學，當一個人被迴避同排斥，尤其喺被教會時，恥辱感就唔再似以前咗嚴重啦。我喺工作中睇到許多患有呢啲疾病嘅人，我嘅工作就係盡我所能幫助佢哋。當你了解輪迴法則時，你就知道你唔能夠評斷或者偏見。如果教會能夠教導呢一點，我哋就唔會有咁多問題啦。當然，縱觀歷史，隔離同迴避係有充分理由嘅假，因為人們對導致成千上萬死亡嘅傳染病感到非常恐懼。但係現代嘅情況同過去唔同，咁樣讓我進行咗呢次嘅催眠療程，佢帶嚟咗呢種新嘅思維方式，以及點睇呢啲疾病嘅唔同方式。米可話佢嘅 T 細胞數量非常低，醫生透過血液檢測嚟監測佢嘅進展。我知道艾滋病，但係唔知道 T 細胞。催眠結束後，我諗我應該做一啲研究，以便為讀者澄清呢一點。如果我嘅講法唔完全正確，希望各位醫生能夠原諒我。
T 細胞由胸腺產生，喺我哋免疫系統同抵抗感染嘅重要組成部分。健康嘅人 T 細胞數量為500至1300，HIV 感染者嘅胸腺受到攻擊， T 細胞嘅產生減少。如果計數低於200，佢哋實際上就冇免疫力，並且容易感染任何傳染病。佢哋已經冇乜嘢可以同呢啲抵抗啦。呢個時候佢就會發展成艾滋病，因為疾病會壓垮身體，佢已經冇有效嘅防禦系統啦。我發現有趣嘅係，胸腺位於頸部下方。喺我嘅工作中，口腔、牙齒、下巴或者喉嚨，尤其係甲狀腺出現嘅任何症狀，都意味住呢個人冇講出佢哋嘅真相。佢哋因為某啲原因而有所隱瞞，冇辦法真正表達自己嘅感受。當需要喺課堂嘅最後一日挑選某個人進行演示嘅時候，我問米可係咪願意咁樣做。佢想要進行一次催眠，但知道冇時間進行私人催眠治療，呢個係佢唯一能得到嘅方法。但佢好猶豫。佢係個溫柔善良嘅年輕人，但亦注重隱私。佢擔心喺全班同學面前講嘢，並講述佢嘅故事。呢個始終係演示嘅一個問題。我話呢個就似係一個金魚缸裏面，所有呢啲陌生人都喺度睇住你。佢最擔心嘅係，如果佢講述自己係同性戀同感染艾滋病毒，會受到批評同評斷。我話佢知，我認為呢個唔會成為問題，因為呢種疾病唔再似以前咁樣受到太多恥辱，而且班上嘅人都喺度忙住自己嘅事。佢最終同意咗，因為佢真係好想參加一次催眠治療。佢唔使擔心，因為當佢開始講述佢嘅生活同問題時，班上學生對佢非常開放同友善。佢哋非常同情佢，真心希望佢得到幫助。儘管佢好緊張，但係當催眠開始嘅時候，佢立即陷入咗深深嘅出神狀態。起初佢走入一個小水池度，只係睇到自己只係水嘅一部分嘅意識，冇任何生物，水面平靜安靜，佢唔需要做任何事。就係咁樣存在住。當我問佢點解選擇成為水嘅一部分時，佢就話：為咗孤獨，為咗遠離一切，我選擇咗咁樣做。當我問係咪發生咗乜嘢事讓佢想一個人孤獨嘅時候，佢話呢個係為咗擺脫佢所處嘅世界嘅所有混亂。呢度太混亂啦，佢中意獨處，但又感到無聊。呢度好安靜，冇任何活動，所以你唔能夠兩者兼得。你覺得你仲想體驗一啲其他嘅嘢嗎？我可能已經準備好啦。你認為獨處你能夠學到一切嗎？唔係全部，但係足夠叻。當我確定佢準備好咗嘅時候，我讓佢離開水並穿越時空，到達適合佢睇到嘅嘢。佢發現自己身處田野中央嘅一間小屋，佢有一種身處舊西部嘅感覺。佢係一位穿着年輕衣服嘅女子，佢知道佢窮得要命，棚屋裏面幾乎冇咩物質財富，而且仲好熱。米可講過，佢依家嘅生活唔中意炎熱。佢用沮喪嘅聲音話：你盡力而為，生活好艱難，流汗、受苦、憤怒，我感覺自己懷孕咗。點解嚟呢度嘅？句子就係單字，我認為呢個係太多嘅期望。你嘅意思係咩嘢？有時擁有嘅唔多係好常見嘅，所以接受你所擁有嘅，越嚟越多嘅人接受。佢同佢嘅丈夫住喺嗰度，佢嘅丈夫亦好唔高興，因為佢喺野外工作，冇工作可做，佢咩都唔知道，佢冇辦法耕種土地，太乾燥咧，太熱，
陽光太多，雨水唔定，你就唔能夠離開去其他嘅地方咩？冇辦法離開嗰度。你哋冇交通工具，你點樣獲得物資？步行到鎮上需要2個鐘。點樣獲得物資呢？你有錢咩？冇呀，冇錢。我自己貿易，呢個就係我所擁有嘅一切。丈夫並唔知道佢咁做。喺催眠演示期間，我一直想知道丈夫嘅情況。佢唔好奇如果冇錢，邊度嚟嘅食物呢？顯然佢已經決定，只要佢哋有嘢食，就視而不見。然後他宣告，孩子唔係佢嘅，佢對自己所做嘅事感到羞愧，但係呢個係佢哋生存嘅唯一途徑。然後佢就冇辦法步行咁遠去鎮上換取食物，而佢哋都喺度捱餓。我將佢移前到一個重要嘅日子，以避開令人唔愉快嘅場景。但係我哋發現咗更令人不安嘅場景。當我哋到咗嗰度時，米可開始抽泣，但佢明智地咁選擇旁觀現場，而唔係置身其中。喺呢種情況下，呢個係最好嘅報告方式。佢激動地咁講述咗發生嘅事情。我喺度睇住，佢發現咗，佢知道唔係佢㗎，佢發現咗，佢不斷地咁對我採用咗暴力。佢點知道孩子唔係佢嘅？佢哋話佢知嘅，同佢喺一齊嘅男人講咗佢知，佢唔會再同佢哋喺一齊啦。佢已經到咗必須停落嚟嘅地步，其他嘅男人都將氣發洩喺佢身上。孩子唔係佢嘅，佢卻試圖將孩子奪走。失血過多，佢哋都逝去咗。丈夫發現自己危及咗佢嘅生命後，做咗咩嘢？一開始就有好多情緒，佢根本唔在乎將身體埋葬。佢只係將佢留喺嗰度腐爛。佢點樣呢？咩都冇留低咧。佢咩都冇留低啦。佢咩嘢都冇做。佢餓啦。佢供養佢。佢唔能夠再養活佢啦。之後佢嘅命並唔長，冇幾耐之後佢就逝去啦。喺佢往生之後離開肉體後，佢對呢一切有咩嘢感受呢？佢已經盡力啦。佢帶走咗所有嘅憤怒同罪惡感，佢對丈夫冇任何感覺，佢摧毀咗佢嘅情感。喺某個時刻，佢放棄咗。喺當時嘅情況下，佢已經盡咗力，佢必須生存。佢所做嘅一切都係有原因嘅。然後我讓佢飄離咗呢個可怕嘅場景，讓嗰個女人去找翻自己通往另一邊嘅旅程。並希望找到平靜，因為呢個係課堂演示，所以冇時間探究靈魂層面發生嘅事情。我召喚潛意識，以便我哋找到一啲答案。我懷疑米可嘅意識試圖干預並阻止呢件事發生，因為佢擔心答案會係咩嘢。然而我好堅持，並且能夠將意識排除在外。我哋已經找到咗拼圖嘅一大塊啦，依家我哋想要剩低嘅。當潛意識最終越過嘅時候，我問佢點解揀呢個俾米可睇到咁樣嘅一世呢？接受，接受，唔羞恥，唔羞恥，接受，冇羞恥感，亦冇接受佢係嗰一世必須做嘅事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呢個同佢依家嘅生活有咩關係呢？喺佢就快要死嘅時候，丈夫一直大喊大叫，鬧佢係妓女，唔再羞恥，唔羞恥。佢正喺度將佢糾正錯誤，佢屬於嗰度。我同潛意識傾咗好多關於將一切都留喺過去嘅事情，因為依家嘅生活唔需要佢啦。米可係一個好人。依家唔需要將呢啲帶到佢嘅生活中，呢個導致咗背部嘅問題，需要進行手術，但係痛楚並冇減輕。
呢個係佢過去生活中承受負擔嘅一部分，喺今世被視為恥辱。潛意識處理咗呢件事，然後係時候提出點解佢喺生活中創造咗艾滋病毒呢個話題啦。點解會咁樣嘅？呢個係參與協議嘅一部分，嗰個協議係接受嘅一部分。經驗，每個人嘅經驗，嗰啲已經同意嘅人，咩嘢經驗？關於疾病，你嘅意思係佢同意去體驗一下？係嘅，亦將意識移到佢之外。你係點樣透過感染艾滋病嚟改變意識㗎？透過佢周圍嘅人嘅意識，喺事情發生之前接受佢咁大嘅概念，佢同意咗。你能夠幫助我哋理解呢個更大嘅概念係咩嘢嗎？係嘅，仲有3日。你嘅意思係咩嘢？概念嘅理解需要3日嘅時間嚟解釋呢個概念。佢有好多方面，協議嘅一部分，佢已經接受咗呢一點，佢必須信任、相信呢個就係其中嘅一部分。呢個好難理解，但係我能夠仲同潛意識同意進行艾滋病毒研究。醫生正喺度計算佢體內嘅 T 細胞，呢個係佢哋對疾病進展嘅衡量。米可嘅計算已經達到令人難以置信嘅低水平，佢可能會死。嗰個藥物目的喺度幫助增加細胞數量。潛意識表示佢已經吸取咗教訓，因此佢哋將能夠努力提高 T 細胞數。佢仍然可以成為呢個實驗或者協議嘅一部分。佢哋話佢嘅痛苦已經結束啦，唔再有羞恥，唔再有痛苦。佢仲有另一條路要走，愈合會係漸進嘅，因為 T 細胞必須增加，但佢肯定會發生。我想知道佢依家嘅生活中係咪有佢認識嘅人？潛意識嘅回答令人驚訝。奪走佢生命嘅丈夫就係佢今世嘅父親。當米可出世之後，佢嘅父親就拋棄咗佢同佢嘅母親。佢最近先返到自己嘅生活中，但係嗰度冇任何親切感。我認為呢個係一個奇怪嘅協議，因為父親冇留落嚟撫養佢。唔係，佢嘅工作係讓佢重獲新生。呢個完全有道理。佢奪走咗佢嘅生命，所以佢必須償還業力，俾佢生命，讓佢重新進入呢個世界。然後佢嘅工作就結束啦。米可知道呢一點非常重要。非常好，接納吧。我仲有一個問題，我想知道係催眠開始時，佢作為意識係水下嘅情況係點樣嘅一回事？潛意識再次讓我驚訝，佢係一塊石頭，佢想要獨處。我估岩石一定係安靜嘅。當我將米可帶返嚟嘅時候，發生咗一件有趣嘅事情。佢睜開咗眼睛，佢環顧全班，問道：呢啲人都係從邊度嚟㗎？佢似乎好困惑。我以為佢指嘅係坐喺凳上面嘅學生，但佢後來話，當佢恢復意識嘅時候，佢睇刀床周圍有好多人存在體。佢哋企喺床同課室之間嘅空地上，佢知道佢哋絕對唔係班上嘅人。我估當時在場嘅靈體同指導靈已經聚集喺一齊睇住。佢喺完全清醒之前就睇到咗佢哋。當我哋後來討論呢個催眠演示時，學生們對米可非常友善，佢哋係得出呢個實驗目的結論嘅人。潛意識表示需要3日先能夠解釋。呢個同判斷力有關。嗰啲自願返嚟並經歷並可能死於艾滋病嘅人們同意以小組形式嚟教導判斷力。全班同學都對呢項發言感到震驚。當整個房間發生變化嘅時候，你可以感覺到能量喺團隊中流動。當然，呢
呢啲感染呢種疾病嘅人並唔係受害者，佢哋係一啲經歷過大部分其他人生課題嘅進階靈魂，並自願集體前嚟教導我哋呢個世界嘅寬容，唔抱持偏見同判斷。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凡嘅啟示。我諗如果人們能夠理解佢哋嘅犧牲，咁樣有多好。也許呢個會教我哋睇睇其他正喺度創造改變嘅團體，睇睇佢哋仲能夠教我哋啲咩嘢。大約1個月後，我收到米可寄嚟嘅電子郵件，我從醫生嗰度得出咗血液檢查結果。我喺檢查後大約3個禮拜先進行檢查。自從上次檢查以嚟嘅4個月內，我嘅 T 細胞由293增加到429。有趣嘅係，當某人類 T 細胞似我3年前咁樣，每年跳躍100點已經算唔錯嘅進步啦。我喺4個月內幾乎跳躍咗140點。睇嚟米可已經吸取咗教訓，而家已經走上咗康復之路。